为4把。还不知道，帮快来，帮快，先收身，把裤脚。要给你看一下军票，好不好？把裤脚。哦，全部多少4万5加3万？75500，7万5600，75600了，75600。好，75600。本辖观音区于2月7日下午发生一起超商 ATM 强盗案，一名歹徒趁着保全人员补钞之际，持枪进入超商行抢，并对保全人员腿部开枪，现场并抢走装有约300万的现金的2只运钞箱后，旋即逃逸。本分局获报后，立即与桃园市刑警大队、刑事局侦缉大队共组专案小组，并报前检察官指挥侦办。经多日收报后，分析研判发现宋姓及古姓男子设有重嫌，旋即于14日动员数十名警力，分别前往台东县、桃园市芦竹区等，分别查获宋姓及古姓2名男子。现场并查扣现金7万5千余元、手机、平板电脑、作案用字小刻等相关赃证物。全案依强盗、杀人未遂、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，并建请予以羁押。专案小组后续将持续追查其余现金及作案枪支流向。